邊個有咁樣嘅必打攞嚟賣俾我？我收港幣5位數至到6位數。呢塊叫做帕必打薄呢，龍布多屈不魯清 P， 由龍布多師傅響佛曆2521至到2523年製作。響圖片裏邊大家見到嘅咧係帕必打嘅爽花粉材質，咁比一般嘅經書咧少大概10倍。必打嘅左邊，我哋睇嘅右邊，佢嘅手指、中指同埋食指咧，如果你留心睇咧，佢係類似好似有指甲咁樣嘅嘢嘅。肚臍要夠深，撳例 call 頭，佢呢度有兩邊有2個腳環，腳環都要夠清晰。反去後邊呢一個係帕必打印啦，上邊嘅呢一條尖線一定要夠直啦，跟住之後下邊呢度會有2個點嘅，深同淺視乎於佢壓帽嘅時候喺前邊同埋後邊嘅關係。仲有呢個 NUT 字嘅頭頂喺中間係有距離嘅，唔可以掂到上邊個框。最重要嘅係每一塊帕必打薄呢嘅底部都會有符通，符通必須要扁嘅，唔可以係圓。呢一個咧亦都係所有嘅佛牌商攞嚟辨認呢一塊牌真假嘅，佢哋叫絕大死點。如果你哋屋企都有任何龍布多嘅帕必打的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下邊有我電話同埋 WhatsApp，你係可以隨時 send 圖片過嚟。如果睇咗啱的話，我全部都收嘅。多謝你哋。